来看到有环保团体指出，台中火力发电厂碳的排放量已经是全世界排头名，好台电甲政府单位都要重视。台电嘛回应讲，这几年炼碳用量已经减弱600万吨，污染甲碳排放拢已经改善真多。减煤归宿，高碳中和。北中南环团代表集合批评台中火力发电厂，那为台湾带来真大的 PM2.5污染浓度。2022年，伫国际的报告变作是全世界碳排量上悬的电厂。煤炭的 PM2.5，伊死亡风险是一般其他 PM 的2倍。碳排放这是台湾支持，咱当然希望今年2023年，伫每年被公布的时候。台湾是不是已经扫除这个恶名？环团认为，全世界上大甲第3大燃煤的南韩2座电厂，最近这几年持续强化减碳能力，不过重火减碳速度慢，唔在伫2022年颠倒超过南韩电厂，得到碳排上悬的臭名。历年来，政府甲相关单位拢应该接受检讨。我们的政府在这几年确实把中国的燃煤的用煤量减少了，没错。但是它真的也把这些燃煤量用在其他的地方天然气它其实也是火力发电，它也是会有空污跟那个燃煤。虽然说空污可能量比燃煤少，可是你增加了那么多天然气的发电，却没有相对应减少足够量的一个减煤，让我们会有种被骗的感觉。环团肯定优先用节能加再生能源来代替中火，嘛呼吁经济部积极探案，一个前也未得到台电上新的回应。不过25针对相关议题，台电说明最近这几年经由能源转型，增加燃气热能，并改善设备这做法，减煤600万吨。未来听候大谈兴达这的高效率，互循环燃气机组陆续完工发电，而且会当搁进一步减少燃煤发电。记者综合报道。